李麗珊啊，中秋節過後咧，唔少朋友都話食得飽飽滯滯，想食翻啲清淡啲嘅菜式，清下腸胃喎。咁不如試下山菜美食啦。嗱，意思咧就係指山上面嘅植物啊。咁其實喺台灣同埋日本咧都好受歡迎嘅喎。咁最近咧有一間專食台灣山菜嘅餐廳就落湖灣仔啦。咁一眾嘅素食迷咧又多一個美食選擇啦。聽講呢啲嘅山菜咧仲喺山上面摘完就坐飛機過嚟香港，所以咧好鮮甜㗎。即刻等情報員為大家報導一下啦。大家都知道多菜少肉咧就夠晒健康啦。不過香港嘅農地少啊，所以靚菜嘅品種咧就唔太多啦。好多餐廳咧都選擇要向外求啊。但係我就知道灣仔有一間餐廳咧就堅持由台灣空運山菜嚟到香港啊。等我即刻去了解下啦。行入呢一間餐廳就好似穿越咗翻去60年代咁啊！復古嘅花磚牆加上做舊咗嘅鐵窗框，所有嘅擺設咧都充滿住濃濃嘅懷舊味道。坐喺呢度，感覺下一秒就可以邂逅到白馬王子啊！Hello Kevin， 我想問下咧，點解會引入台灣嘅蔬菜嚟到香港咧？當中有啲咩困難呢？其實台灣相對香港嗰個農業市場幾發達嘅，所以提供嘅蔬菜種類比香港多好多嘅。咁我做正宗台菜，所以希望到蔬菜都可以喺香港食到咯。開頭係比較麻煩啲嘅，都冇人入過啦。咁我自己揾菜商，自己報關飛過嚟，呢邊又再清關咁樣，所以幾麻煩嘅。台灣嘅蔬菜有啲咩特色呢？主要我哋入都係山野菜啦，咁嗰個texture 同香港食開嗰啲唔同嘅，有啲潺啊，有啲又好爽啊，同埋有少少甘甘地嘅味道嘅，營養價值都幾高嘅山野菜，農藥係少嘅。呢啲嘅台灣蔬菜嚟到香港之後，香港嘅食客反應又係點樣啊？佢哋幾接受新嘅蔬菜嘅，佢好多有興趣係知道每一樣嘢係究竟係咩嚟嘅，同埋會專登過嚟揾咯。第一個要介紹嘅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名嘅，就叫做遇見過貓啊！嗱，就係我面前嘅呢一盤菜啦。過貓咧其實係一個菜嘅名嚟嘅，咁佢係屬於一種咧好似蘭藤類嘅植物啊。咁只有喺台南嘅高山或者一啲濕嘅地方咧，先至可以生出嚟嘅。咁所以香港咧係比較少食到嘅喎。佢就係落咗一啲台灣嘅沙茶醬同埋一隻生雞蛋喺中間，咁食嘅時候就要將佢撈勻。呢個菜咧食落口咧，其實佢冇乜纖維嘅，咁所以你入口嘅時候咧，你唔會食到有渣嘅感覺啦。同埋咧，佢係好爽脆㗎。跟住要介紹嘅咧，呢一個叫做鹹蛋白肉苦瓜。咁白肉苦瓜咧，其實係屬於台灣嘅特產嚟嘅。配埋呢個鹹蛋咧，佢哋係落咗少少嘅份量嘅啫。但係你見到咧係有啲鹹蛋嘅肉喺度嘅。白肉苦瓜個質感咧，佢係比較個水分係高啲嘅，甘味咧唔係太濃烈嘅咋，咁所以咧佢反而咧唔會話苦得好緊要，同埋咧佢哋選用咗鹹蛋嚟清炒呢個白肉苦瓜，咁鹹蛋入邊嗰種鹹味咧就可以令到白肉苦瓜嗰種甘甜味咧係更加突出嘅。喺菜名方面咧，佢哋都花咗少少心思嘅喎，好似我面前呢一個咧就叫做老皮嫩肉，其實咧即係炸豆腐啊，佢意思就係話咧炸完嘅豆腐之後咧，外層嗰個皮咧就係脆身嘅，而入邊咧仲係好嫩口。豆腐入邊本身嗰個嫩滑感咧，再加埋佢炸完之後咧個外皮係脆嘅，跟住咧配埋呢個帶少少微辣嘅醬汁咧，係令到你咧食唔停手，食過翻尋味㗎。老闆仲話我知呢度啲生菜咧係按時令轉款㗎，而且個數量咧亦都唔定㗎喎，所以咧如果你要食咧就要趁早啦，如果唔係過咗個季節咧就冇㗎啦。報道完畢。